后来这个高雄敢讲嘛要有鸟禽咯。中国重庆动物园打算要送2只大鸟禽，予寿山动物园。高雄市的个观光局长来面册证实这个消息。市长韩国瑜讲，这就爱看议会态度咯。马上到议员甲动物的专家表示无赞成，理由是照顾这个鸟禽的费用真惊人，第一年就要超过3000万，以即卖寿山动物园的预算来看，根本就饲袂起。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敢有鸟禽要来？观光局长潘兴旭证实，中国重庆动物园有意思要送2只鸟禽予高雄，分别是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母的叫做蓉蓉，公的叫做熊熊。还有一段路要走，那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会做好。还有一个高雄市议会的态度，像这些还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，我们要处理。韩国瑜回应，就看议会态度，但是消息一传出来，有议员批评。新建场馆可能要花到1亿，但我们不相信，寿山动物园有这样的照顾能量跟财政可以解决。照顾鸟禽是大工程，来到寿山动物园管理中心的主任讲，园区目前有3公顷的土地通用，评估打造一座专属的鸟禽幸运室，初步估计第一档就要开超过3000万。竹子的话，1年的经费大概可能会约落在300到500万左右。那我们目前整年度的经费大概是3200万。有动物专家表示无赞同，提升对它现有动物的照养的水准，等到它的照养水准提升了之后，再来谈大熊猫，我觉得都比较合适。民众嘛有家己的看法。在台湾的南部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，对观光很有帮助的。鸟禽来高雄，无定当带来观光效益，但是要安怎好好照顾经费来源，确实拢是爱面对现实的问题，嘛需要相关部门好好考虑。